圆润润的黄色身材，穿着咖啡色卫士裙，顶冠还佫有歪的字样。伊是经济站督促岛的市场处吉祥物夜市仔，现身伫咧花园夜市，未少过路人拢感觉好奇，还佫会感到大欢的心理。小朋友，大家好！模样真正是相当古锥，还佫伫咧台东夜市甲市长王伟摕做伙，发消费券予民众。超人气的组合，大家拢笑咧翕相。文博会推出行安鸟之后呢，今年我们的市场处那有这个推出菜市鸭跟夜市鸭，菜市鸭跟夜市鸭。台语的谐音就菜市鸭跟夜市鸭。菜市鸭替菜市鸭代言，夜市鸭是锁定夜市鸭。台南的夜市唔但好食，阁好耍，今嘛还佫有夜市鸭会出现，成为夜市鸭活动的超人气嘉宾，嘛带动周边商品。我觉得如果可以发展像日本那样子，就是有非常多的周边，或者是甚至可以推广出去，我觉得对整个城市的形象都很有加分的作用。有这些可爱的小公仔，包括像去年的文博会开始那个行安鸟一样，就是这些公仔一直陆陆续续出现，就会觉得很可爱，而且我觉得台南在这个形象这种形象的推动，好像有越来越活跃这样。另外，文化桥的行安鸟嘛是受到侪人喜爱，除了有大型充气红仔掀起绿鸟热调之外，还佫各款红仔相当热销。这回也佫因应七夕推出红线版本，让大家伫收藏的时阵，买当认捌台南的城市文化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